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1。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安尼讲：因为安尼，阮无失志。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在衰败，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在活新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无失志，内在的人就日日活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快乐的源头，你的主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每一日的保守、供应甲看顾，感谢你伫阮软弱野战的时，赐阮新的快乐甲活命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逐样的挑战中，永远伫徛在。主啊，求你每一日更新甲改变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无看伫眼前的困难，互阮自信伫你为阮所备办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因为环境的困难来失志，互阮外在的人虽然渐渐在衰败，总是阮内在的人确实要日日在活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